基金会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停办4年。今年9月初2，要伫婚林斗六的棒球场恢复举办，但是1万张的门票敢若卖出到7000多张。艺人许孝顺特别到婚林来催票。 幼稚园的囡仔用古锥的棒球舞蹈，邀请大家踊跃参加今年华山基金会爱老人明星公益的棒球赛。就这野林哦，是40几位的那个艺人会到现场来，就在9月2号下午呢2点到5点啊，那种有夹都有俩，每一个明星也会带他们呢最棒的那个礼物呢，希望呢能够从你的票券里面抽出来。 这场比赛因为疫情关系已经停办4档，今年总算恢复。不过目前1万张的球票，敢若卖出1500张，希望乡亲会当加捧场。1万个座位，现在销售的票数只有1500张。我们的门票1张是200块钱，每卖出7张就可以帮助一个弱势长辈1个月的到宅的服务经费。一张票200块，除了会使看艺人的比赛，同时可以当做公益，帮助弱势老大人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